全運會啦，承辦係有邊啲城市啊？食飯想同有 K 老師講過咯，就係大概係大灣區嘅幾個城市咯。就係知道澳門咯，上海、北京、香港、深圳、上海。澳門有乒乓波、羽毛球。乒乓波、田徑、排球。我最想睇嘅係乒乓波咯，覺得佢哋打嚟打去嗰個好刺激啊！我會想睇排球，因為我平時都比較中意關注一啲排球嘅賽事。唔錯啊，都個球類都有相應嘅學界。我覺得 OK 嘅，因為樓下行啊都可以見到有好多人喺度散步啊、跑步啊嗰啲嘅。籃球場唔希望佢咁早關門咯，可能我平時得星期六、星期日去打波，得嗰段時間得閒，然後佢就係開到11點啊。前為止知道嘅呢，就冇乜類似呢溜冰場、滑雪場嗰啲，希望以後可以開設更多嘅唔同嘅活動啊，俾市民嘗試一下。